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27，咱要做伙读撒母耳记下卷第12章到第1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2章，上主找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到伊遐，甲伊讲：伫某一个城有2个人，一个好野，一个善者。好野的有牛羊真多，善者的什么拢无，只有一只伊要来饲的羊仔囝。伊甲饲，互迄只羊仔囝甲伊的囝儿做伙长大，做伙食，做伙啉，搁做伙困，甲看做亲像家己的查某囝。有一个出外人来好野人遐，好野人毋甘对家己的羊群、牛群中掠一只来招待人客，颠倒掠善者人迄只羊仔招待伊。大卫对迄个好野人发大生气，甲拿单讲：我记用我的上主咒詛，做即个代志的人着死，伊着赔4倍的羊仔，因为伊做即个事无怜悯的心。拿单对大卫讲：你就是迄个人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选入你做以色列王，叫你脱离扫罗的手。我用你主人的躯体予你，嘛将你主人遐的某交予你，搁将以色列家甲犹大家予你。遮个你若要嫌无够，我会搁较侪予你。你是安怎藐视上主的命令，行伊看做歹的代志？你借阿文人的刀杀死迄人乌利亚，互伊死伫战场，搁带伊的某做你的某。但刀剑要永远无离开你的家，因为你藐视我。带迄人乌利亚的某做你的某。上主搁安尼讲：我要互灾祸对你家己的家起来攻击你。我要伫你的目睭前，将你遐的某互你身边的人。伊要伫床头白日，甲因做伙困。你伫暗中做的代志，我要床头白日，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，互遮的代志发生。大卫甲拿单讲：我有得罪上主。拿单甲大卫讲：上主已经拄起你的罪，你袂抵到死，总是因为你做即个代志，大大藐视上主，所以你所生迄个囝一定会死。拿单就倒去因兜，上主拍大卫甲乌利亚生的婴仔，婴仔就破病真伤重。大卫就为着迄个囝对上帝祈祷。大卫搁禁食入去内面通眠，倒伫涂骹。伊将来遐长老去到伊的身边，要甲伊扶起来，毋过伊毋肯。嘛无要甲因做伙食。到第7日，囡仔死，大卫的元神毋敢甲伊讲囡仔死啦，因为因讲囡仔要活着，咱劝伊，伊拢毋听。若甲伊讲囡仔死去，伊毋知会安怎伤害家己。大卫看到伊的元神在一无一字，就知囡仔已经死。大卫问伊的元神讲：囡仔死啊是无？因讲死去啊。大卫就对涂骹起来，洗身躯，抹油，换衫，入去上主的殿敬拜。然后伊倒去伊的厝，吩咐人摕食物来，伊就食。元神问伊：你哪会安尼做？囡仔活着的时，你禁食提口；囡仔死，你反转起来食。大卫讲：囡仔要活着，我禁食提口，因为我想讲，上主会怜悯我，互囡仔活着。但囡仔已经死，我禁食有啥路用？我减袂当互伊倒转来。我会去伊遐，毋过伊袂当转来我遮。大卫安慰伊的某拔示巴，甲伊同房，伊就生一个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所罗门。
上主听伊，就托先知拿单甲伊号名叫做亚底底亚。约押攻打阿门人的京城拉巴。约押找使者去见大比讲，我已经取得拉巴的水源地，但你着组织其他的军兵来围这个城，甲伊占领。行了我取这个城，人会用我的名来叫这个城。大比就调集所有军兵去拉巴，甲伊攻取。伊摕着米勒公头壳顶的王冠，是用大约35公斤的金做的，阁有香宝石。人将这顶王冠戴伫大比的头壳，大比对城内取真侪财物，阁甲城内的人民掠出来，互因用锯仔、铁耙仔、甲铁的斧头做苦工，阁伫野窑做苦工。大比拢用这款方法对待阿门遐个城的人。后来，大比甲所有的军兵倒去耶路撒冷。第13章，大比的囝押撒龙有一个真水的小妹，叫做塔玛。大比另外一个囝暗伦恋慕伊，暗伦爱伊的小妹塔玛爱甲破病，因为伊是在色女。暗伦家己知袂当对伊做甚物。暗伦有一个朋友叫做约拿达，是大比的兄哥米西亚的囝。约拿达这个人真奸巧，伊对暗伦讲：“王的囝，你是安怎一日比一日消散无精神，兼袂当甲我讲？”暗伦甲伊讲：“我爱我的小弟押撒龙的小妹塔玛。”约拿达就对伊讲：“你着倒伫眠床加破病，你的老爸若来看你，你通对伊讲，请互我的小妹塔玛来我遮，伫我看会到的所在准备食物，亲手摕互我食。”暗伦就倒地加破病，王来看伊。暗伦就对王讲：“请互我的小妹塔玛来我遮，甲我做2块饼，我通对伊的手接来食。”大比就派人去塔玛的厝，甲伊讲：“你去恁兄哥暗伦遐，甲伊准备食物。”塔玛就去伊的兄哥暗伦的厝。迄时暗伦倒伫眠床，塔玛伫伊看会到的所在烂面粉烘饼。塔玛将规盘的饼下伫暗伦的面前，毋过伊毋食。暗伦叫所有的人拢出去，因就出去。伊甲塔玛讲：“你捧饼入来房间，亲手摕互我食。”塔玛就捧遐饼入去房间，互伊的兄哥暗伦。伊捧起互暗伦食的时，暗伦甲扣地讲：“小妹啊，来甲我困。”伊应讲：“我的兄哥毋通甲我侮辱。伫以色列无应该做即款代志，你毋通做即款见笑事。我要安怎洗我的见笑？你伫以色列中会诚做邪恶的戆人。我求你甲王讲，伊袂阻止我嫁互你。”总是暗伦毋肯听伊的话。暗伦比伊较有力，就甲伊强暴。了后，暗伦压迫塔玛，迄个压迫的程度比以前对伊的爱搁较大。暗伦甲伊讲：“起来，出去。”伊甲暗伦讲：“毋通安尼，你甲我赶出去，比甲我侮辱搁较邪恶。”毋过暗伦毋听，叫侍候伊的仆人来，甲伊讲：“甲即个查某囡仔赶出去。”伊出去了后，就甲门串起来。暗伦的奴仆就甲伊拖出去，出去了，门就串着。迄时塔玛穿彩色的衫，因为王
要袂出嫁的查某囝，拢穿即款衫。塔玛三恢复伫头壳，拆离所穿彩色的衫，用手摸头壳，哪行哪吼。伊的兄哥押撒龙问伊讲：你的兄哥暗论甲你侮辱是无？小妹啊，即阵你着点点，伊是你的兄哥，毋免为着即个事心艰苦。塔玛就孤单伤心，住伫伊的兄哥押撒龙的厝。大鼻王听到这个事，非常生气，毋过无甲暗论责备，因为伊是大囝。大鼻真加天性。押撒龙因为暗论侮辱伊的小妹塔玛，就怨愤暗论，无甲伊讲话。2年后，押撒龙伫伊法人附近的巴勒下手，请人甲伊做油门，伊请王所有的囝拢去。押撒龙来见王，讲：你的仆人有请人伫整油门，请王甲你的银神，甲你的仆人做伙来庆祝。王甲押撒龙讲：我的囝毋通，阮毋通拢去，则免你开会伤伤重。押撒龙再三邀请，王毋去，简单甲伊祝福。押撒龙讲：若无，就互我的兄哥暗论甲阮去。王讲：是安怎着爱伊甲你去？押撒龙再三请求，王就允准暗论甲王所有的囝拢去。押撒龙吩咐伊的部下讲：恁着注意，看暗论啉酒啉甲真爽快的时，我一个下令杀暗论，恁就甲伊杀死，毋免惊，一切后果我负责，恁着好胆勇敢去做。押撒龙的部下照押撒龙的命令杀暗论，王的囝儿拢爬起来，徛家己的牢逃走。因要伫牢里，就风声传到大鼻，讲押撒龙杀死王所有的囝，无留甲半个。王就起来拆离衫，倒伫涂骹。王的银神嘛拆离衫，徛伫伊的身边。大鼻的兄哥示米亚的囝约拿达甲王讲：我的主，毋通想讲王的囝拢互押撒龙杀死。死的简单暗论拿定，因为对暗论侮辱伊的小妹塔玛迄日起，伊就已经有即个意思。但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毋免为着王的囝拢死即个风声心艰苦。其实只有暗论死拿定。迄时押撒龙已经逃走，守望的人举头看，看到一大群人对后面山坡的路落来。约拿达甲王讲：你看，王的囝拢倒来啦，拄照你的仆人所讲的，话拄啊讲煞，王遐囝就到，开声啼哭，王甲银神拢大声啼哭。押撒龙走去阿米户的囝亚述王达马遐，大鼻大日为着伊的囝伤心。押撒龙走去基述，住遐3年。对暗论的死，大鼻王无过遐尼悲伤，就无过对押撒龙生气。第14章，西罗亚的囝约押知王的心要伫想押撒龙，就派人去提哥阿叫一个聪明的妇人人来。约押甲伊讲：请你装作大孝的妇人人，穿满衫，身躯毋通抹油，加做已经为着死人哀伤过6日。然后你入去见王，照我交代你的，对王讲。约押就将所着讲的话甲妇人人提哥阿的妇人人来见王。
面拍伫涂骹拜，讲：王啊，救我！王问伊讲：你有甚物代志？伊讲：我是一个寡妇，我的丈夫已经死，女婢有2个囝，因2个伫园里相拍，无人甲因排解，一个拍死另外一个。现在全家族拢在攻击你的女婢，讲：你着将迄个拍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要互伊死，陪伊拍死兄弟的性命，绝伊的后事。安尼，因要将我村的火种拍花，互我的丈夫袂当留名留后代伫世间。王甲妇人讲：你通倒去，我会为着你下令。提哥仔的妇人佮对王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愿即个罪归伫我甲我的家族，甲王以及王位拢无关系。王讲：老人甲你加讲话，你甲带来我遮，伊就袂阁讲你。妇人讲：愿王纪念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毋通互阮亲族中报血仇的，佮杀死我的囝，则免因灭绝我的后事。王讲：我基用我的上主咒诅，你的囝连一支头毛拢袂交留伫涂骹。妇人讲：求你允准你的女婢对我的主我的王佮讲一句话。王讲：做你讲。妇人讲：王是安怎安尼计无，要攻击上帝的子民？王若无互迄个得命的囝倒来，王拄则讲的话，表示家己有毋对，咱拢一定会死，亲像水泼落地，袂当阁收倒转。毋过上帝袂抢夺人的性命，会设法互得命的人免永远受赶逐离开伊。我将这话甲我的主我的王讲，是因为有人甲我恐吓，所以女婢想讲得互王知。检采王会听女婢的诉求。有人要将我甲我的囝对上帝所属的产业做一个毒灭，毋过王会听，为救伊的女婢脱离迄个人的手。女婢想，我的主我的王会安慰我，因为我的主我的王亲像上帝的使者，会分别是非。愿上主你的上帝甲你同在。王应妇人讲：我要问你的，你着照实讲。妇人讲：请我的主我的王讲。王讲：这个拢是约押甲你讨好的，是无？妇人讲：我的主我的王，我记你的活命咒诅，拄照我的主我的王讲的，是你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甲我讲的。你的仆人约押安尼做，是要互即个代志改变。我的主有亲像上帝使者的智慧，为了解世间所有的事。后来，王甲约押讲：这件事我答应你，等你去，甲迄个少年人押沙龙带倒来。约押拍伫涂骹拜，甲王祝福。约押讲：我的主我的王有答应你仆人的请求，今仔日你的仆人知我有得到你的欢喜。对安尼，约押出发去基述，带押沙龙倒来耶路撒冷。王讲：叫伊倒去伊的厝，毋通见我的面。押沙龙就倒去家己的厝，无见王的面。伫以色列中，无人亲像押沙龙遐尼英俊，得到人学乐，对骹底到头壳顶拢无缺点。押沙龙逐年着整一遍头毛，因为伊的头毛真重。伊整起来的头毛照王的称，大约2公斤。押沙龙生3个囝，一个查某囝，查某囝名叫塔玛，是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。押沙龙住伫耶路撒冷满2年，无见着王的面。
押撒龙派人去叫约押，要请伊去见王。毋过约押毋肯来。押撒龙第二遍派人去叫，伊犹原毋来。押撒龙对伊的部下讲：恁看，约押的园离我的园真近，有箭大卖，恁去甲放火烧。押撒龙的部下就去放火烧约押的园。约押去押撒龙的厝，问伊讲：你的部下是安怎放火烧我的园？押撒龙甲约押讲：我派人请你来，是要请你去见王，甲伊讲：我若着对技术得来，我宁可留伫遐，但着互我去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伊通杀我。约押就去见王，甲伊转达。王叫押撒龙来，押撒龙就来见王，伫王的面前趴伫涂骹，王就真押撒龙。第15章，这个代志了后，押撒龙为家己准备马甲战车，佮派50个兵伫头前开路。押撒龙常常早早起来，徛伫城门口的路边，老人有案件要互王判断。押撒龙就叫伊来，问伊讲：你是倒一个城的人？伊应讲：仆人是以色列某一个支族的人。押撒龙甲伊讲：你的案件合情合理，毋过王无交代人处理你的案件。押撒龙佮讲：可惜无人指派我做这个地的审判官。老人有相告着审判的案件来我遮，我会照公道判决。老人来拜伊，伊就伸手牵伊，甲伊诊。以色列人的中间，老人要去见王，请求判断。押撒龙拢安尼对待因。押撒龙用安尼暗中得到以色列人的心。4年后，押撒龙对王讲：求你准我去希伯伦，互我通对上主谢愿。因为仆人住伫苏利亚的基述的时，有下愿讲：上主若互我佮倒来耶路撒冷，我要去希伯伦服侍上主。王甲伊讲：你通平安去。押撒龙就出发去希伯伦。押撒龙暗中派使者去以色列逐个支族讲：恁一个听到扫角的声，就话讲押撒龙伫希伯伦做王啦。毋过押撒龙对耶路撒冷所请甲伊去迄200个人，拢毋知代志的头尾。押撒龙献祭的时，派人去基罗城请大毕的参谋阿希多弗来。对安尼，对押撒龙的人哪来哪多，反叛的势面愈来愈强。有人来甲大毕报告讲，以色列人的心拢归向押撒龙啦。大毕对遐个甲伊伫耶路撒冷的人臣讲：起来，咱着逃走，若无，咱袂当逃避押撒龙，着赶紧走，才免伊连臂入着咱。伤害咱，害死城内的人。王的人臣甲王讲：阮的主，阮的王所决定的，你的仆人拢要照安尼做。王出城，伊的家眷拢对伫伊的后面，只有留10个兵匪过王宫。城内的人嘛对王离开，因行到城的最后一间厝停下。王的人臣拢伫伊的面前行过去，所有的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甲对加德对以来迄600个加德人，嘛拢伫王的面前行过去。王甲加德人以太讲：你是安怎要甲阮去？倒倒去我神王？你是外国人，对你的本国倒来遮？你昨暗
才来，今仔日我家己拢毋知要去倒位，哪通互你甲阮做伙漂流倒去，甲你诶兄弟做伙倒去。愿上主用慈爱信实对待你。以太应王讲：我基用我诶上主伫我诶主我诶王面前咒詛，王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你诶仆人无论死活，拢会伫遐。大比甲以太讲：好，你进前行。家己人以太甲遐个对伊诶人，甲所有诶囡仔拢过去。军队王诶人过去诶时，所有诶人拢大声啼哭。王过吉伦回国，人民嘛过去，通旷野诶路行去。看咧，这是撒都来啦！所有对伊诶入面人嘛，跟上帝诶约柜来，因将上帝约柜下伫遐。阿比亚他嘛来到遐，天后对城内出来诶人民拢过去。王甲撒都讲：你跟上帝约柜倒去城内，我若得到上主诶恩典，伊会互我倒来，互我搁看到约柜，甲藏约柜诶所在。上主若讲我无介意你，愿意照伊诶意思对待我。王搁甲撒都讲：你减毋是先见，你通平安倒去城内，你诶囝阿希玛斯甲阿比亚他诶囝约拿单，拢通甲你做伙倒去。我会伫旷野诶渡口听候恁报告消息互我。撒都甲阿比亚他就跟上帝诶约柜倒去耶路撒冷，因就留伫遐。大比对橄榄山诶路去，砍头烫只骹，哪行哪好。第一去诶人嘛砍头上去，哪行哪好。有人报大比讲，阿希多弗嘛缀押撒龙伫叛党诶中间。大比讲，上主啊，求你互阿希多弗诶计谋落空。大比上到山顶敬拜上帝诶所在诶时，阿基人护士拆里衫，头壳染涂粉来迎接伊。大比甲伊讲：你若甲我去，会拖累我。你若倒去城内，甲押撒龙讲：王啊，我要做你诶仆人。我以前做你老爸诶仆人，但我嘛要安尼做你诶仆人。安尼，你就会当替我破坏阿希多弗诶计谋。这时撒都甲阿比亚他嘛会甲你伫遐。你伫王宫所听到诶，就甲这时撒都甲阿比亚他讲。撒都诶囝阿希玛斯，阿比亚他诶囝约拿单嘛甲因伫遐。恁所听到诶，就交代因来报我。对安尼，押撒龙入耶路撒冷诶时，大比诶朋友护士嘛入城。咱今仔日读诶圣经节伫撒母耳记下卷第12章到第15章。